30幾個泛民嘅成員朝早出發到澳門出席交流活動，其中5個成員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同埋李卓人被拒入境。泛民代表就批評事件係政治審查。澳門治安警察局就發表聲明話，係根據內部嘅保安綱要法拒絕5個本港居民進入澳門，又指作為執法機關有責任依法拒絕任何唔符合入境條件嘅人入澳門，以維護當地嘅社會穩定。黃毅喺澳門報道。人權萬歲，黑名單可恥。梁國雄率先過關，佢高叫口號：剝奪人權，立即取消黑名單。佢同社民連嘅曾健成同古思堯先後被帶走，職工盟嘅李卓人亦都未能過關。佢哋之後被安排坐船返香港。至於之前曾經被拒入境嘅何秀蘭、民主黨嘅何俊仁、公民黨嘅余若薇、民協嘅廖成利等就順利過關。今次到澳門嘅33個泛民成員入面，4個人被拒入境，而同船嘅4.5行動成員雷玉蓮亦都未能夠入境。之後泛民嘅成員喺澳門嘅碼頭拉起橫額抗議，批評澳門政府指佢哋有政治審查。同以前一樣，係並冇講到觸犯咗呢個內部保安綱要法邊一個條文，為澳門特區政府呢種無理嘅政治審查，我哋係覺得非常之憤怒。泛民嘅成員呢，原本計劃一抵達澳門之後呢，就去到新澳門學社出席交流活動。不過由於部分嘅成員被拒入境呢，佢哋臨時更改咗行程，先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。還香港人入境自由！還香港人入境自由！佢哋到達政府總部之後，宣讀交俾行政長官何厚鏵嘅抗議信，譴責澳門政府選擇性咁俾泛民成員入境，認為咁做破壞香港同澳門嘅關係。佢哋遞交抗議信之後，就將橫額貼喺大閘上面，不過隨即被人撕走。之後部分成員就到民間組織新澳門學社出席活動，了解23條立法之後對澳門政治同經濟嘅影響。亞洲電視記者黃雅宇喺澳門報導。